聖經民數記22章21節至34節，有一段好有趣嘅經文。呢段經文裏邊有一個人叫巴蘭，佢唔係以色列人，佢係咩人呢？佢係一個收人錢幫人落咒嘅外邦咒術師同埋占卜師。雖然係咁，佢竟然可以聽到神嘅聲音，仲識得分真神同假神添，又有屬靈嘅能力，甚至乎可以講出預言。但係佢嘅心呢，其實係唔相信神嘅。摩押王巴勒呢，邀請佢幫忙咒詛以色列人，神就話唔可以咒詛以色列人啦，因為佢哋係我所賜福嘅子民。咁冇辦法啦，巴蘭就拒絕咗摩押王巴勒嘅邀請啦。巴勒冇放棄，再次派人去邀請佢，而且出嘅係更高嘅酬勞。巴蘭呢又再去問神，呢次呢，神容許佢去，但係講明你只可以講我吩咐你講嘅說話。咁第二朝呢，巴蘭呢就騎住佢隻驢仔上路啦。神知道佢嘅心係偏差，佢急住去係因為利益，唔係因為遵照神嘅命令。所以神呢就差咗個手持利刀嘅使者喺路上攔截佢。神唔係即刻攔住佢，而係透過佢隻驢仔3次阻止佢。神嘅使者第一次攻擊巴蘭，驢仔呢就走着田間，避過咗使者嘅攻擊。使者第二次攻擊，驢仔就貼住埲牆行，仲擦傷咗巴蘭隻腳。使者呢第三次攻擊，驢仔就索性趴喺地下唔喐。而巴蘭呢係3次都同一個反應，就係打佢隻驢。最特別嘅就係神竟然使驢仔開口講人嘅說話喎。驢仔就問巴蘭：我係由細到大，你一直騎住嗰隻驢喎，我從來都冇咁對過你啊。巴蘭都唔覺得呢隻驢仔會講說話，感到驚訝。佢仲同佢對話添，直到神呢開佢眼睛，佢見到前面係神嘅使者企喺度，仲係手持利刀。使者對巴蘭講：我係要殺你，但係你隻驢係救咗你。呢一刻呢，巴蘭終於知道自己做錯咗啦。巴蘭呢個人係好特別嘅，佢有屬靈恩賜啦，識講預言啦，又見到異象啦。佢講說話係真嘅，但係佢嘅心唔係真係對準神。佢嘅口屬於神，但係佢嘅心唔屬於神。佢可以呢幫神傳遞說話，但係佢出發點唔係因為佢敬畏神，佢重視嘅係自己嘅利益、權力同埋榮耀。咁最後呢，佢係得唔到神嘅接納嘅，仲死喺以色列人嘅手中。所以呢，被神使用嘅人同屬於神嘅人，完全係兩件事嚟嘅。今日呢，我睇到呢段經文呢，係覺得感動嘅，因為提醒咗我，神有無窮無盡嘅方法向人講說話。佢係全地嘅神，係創造主。佢要出聲嘅話，係冇人可以阻住佢嘅。佢唔單止可以使用外邦先知講說話，甚至乎可以用一隻驢仔，用最卑微嘅方式向人發出警告添。有時我哋會用自己有限嘅理解去限制神點樣講嘢，點樣做嘢，
點樣使用人。但係咧，神係唔受到我哋框架限制嘅。佢唔單止係以色列嘅神，佢係萬國嘅神，而且佢係全地每個生命嘅主宰。佢有無盡嘅方法去解決所有嘅難題。今日如果我覺得自己會講神嘅說話，識好多聖經，講嘢又叻，但心裏邊係冇敬畏神，冇信服神，冇謙卑嘅話呢，我就可能係另一個巴蘭啦。我寧願呢做一隻驢仔，都唔想做一個口講神嘅說話，但係心卻遠離神嘅人。咁呢，我暫時就講到呢度啦。如果你鍾意我嘅內容呢，訂閱我嘅 channel 啦。